考慮到台灣經濟成長率真好，消費者物價指數稱懸等因素，行政院通過116年軍公教員工待遇提升方案，包含着專業加級、主管職務加級攏加2000，還佫有同案調薪4%，整體範圍包含着軍公教技工、工友含藥品雇人員，大約是72萬人。民生物價持續升懸，薪水管袂赴通貨膨脹。行政院考慮台灣經濟成長率比全球也甲主要經濟體較好，以及民間企業平均的薪資甲最低工資持續成長。行政院確定116年軍公教員工待遇提升方案，整體調幅非主管職佇9.98%至5.88%中央，主管職上懸調幅會達到11.56%。包括專業加級、主管加級調升2000之後，以及通案調薪4%之後呢，5職等的這個主管呢，他的調薪幅度將高達11.56%。專業加級、主管職務加級，各定價加調2000塊，提早為今年7月7日有效。明年度軍公教是通案調薪4%，佮以追加預算的方式辦理，差不多有72萬的軍公教收費。未來各考級計薪資、初考、普考、高考3級出任人員的實質調幅，分別是9.98%、8.84%、7.8%。愈是基層的人員調幅愈懸，比大學畢業生拄去民營事業的平均起薪3萬大個較懸。都是對基層同仁，他會有比較大的調幅。好，那我們先把這個基礎做大以後，分母做大以後，會接着用4%再往上再調，所以它這個調整的幅度的效應就會更大。大教產加真濟個教師工會雖然肯定，不過嘛點出調幅比率保守，未改變公教人員留在困境恐驚有限，有助於緩和大家離開這一個職場的那個狀況。但是你要說能不能完全留才、改善留才的狀況，我覺得這個是還是有待努力的這樣。根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的資料，軍公教最近5屆調薪，第100年、107年各調整3%，111年、113年各調整4%，114年3%。新制煩惱調薪方案了後，和通貨膨脹更加嚴重。人事總處是講，通貨膨脹形成的原因複雜，不是單一的因素造成的。歷年調薪主要是考慮消費者物價指數，英國調薪原來是對通貨膨脹無真明顯的影響。記者採訪報道。